你買哦。係啊。即係我咩都得。呢個咩？呢啲詞咧，呢啲詞影一幅。哦。係啊，呢啲人就經過挑選嚟濃縮啊講。所以唔同個蘇話俾佢拎翻佢都話唔我記得三條生物分開啊，三條生物咯，呢條咯，嗰邊仲有一條咯。如果要正啲咁就好明我就有父母有私家有私院有咁樣嗰啲父母生存嗰啲咯。